如果話其他蜘蛛俠係陽光少年，咁呢位暗影蜘蛛俠絕對係與眾不同。歡迎大家嚟到個 channel， 我係 Darius。今日我哋就一口氣講完暗影蜘蛛俠第一季全部8集。故事嘅主角叫 Ben Reilly， 佢曾經係呢座城市嘅超級英雄，被稱為蜘蛛俠。多年前，摯愛 Ruby 不幸離世，佢認為係自己冇好好保護咗佢，從此摘低頭套，做起咗私家偵探，靠住調查婚內情勉強維生。第一個委託係嚟自一個叫 Winston 嘅中間人，要追蹤一個叫 Edison 嘅罪犯。另一個偵探都追緊同一條線。兩人揾到 Edison 嘅時候，佢居然雙手冒出地獄火。偵探開槍射殺 Edison， 結果點燃咗瓦斯，引發爆炸。Ben 唯有拖住嗰個偵探逃出生天，但 Edison 嘅屍體第二日出現喺殮房入邊。Ben 隱約覺得呢件事背後並不單純。第二個委託係嚟自一個叫 Carmody 嘅男人，請 Ben 調查佢妻子 Cat Hardy 嘅婚外情。Ben 跟蹤 Cat 去咗高級公寓，影到嘅對象竟然係紐約嘅市長。Ben 嘅助理 Janet 建議佢將相賣返俾 Cat， 至少賺啲錢可以俾房租。於是佢嚟到 Cat 駐唱嘅 Alcove 俱樂部，冇諗過黑幫大佬銀松本人就坐喺角落，而 Winston 將之前嗰位偵探拖咗地下室處決咗。銀松正喺度追查邊個洩漏咗佢嘅據點。離開俱樂部嘅時候， Cat 嘅保鏢 Flynn Marko 跟咗上嚟，兩人喺屋頂打起上嚟。Flynn 嘅身體開始沙化，變成咗由沙組成嘅怪物。Ben 靠住蛛絲擺檔勉強擊倒咗佢，然後將底片免費還俾 Cat， 轉身離開。第二日 Cat 揾上門，委託 Ben 去調查 Flynn Marko 嘅下落，因為佢喺屋頂嗰晚之後就消失咗。Ben 嚟到 Flynn 嘅住所調查，意外發現咗一張舊相，相中係戰場上嘅一班士兵合照。Flynn 同 Edison 居然同框，原來呢啲人都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嘅退伍軍人，喺戰俘營入邊進行過人體實驗。與此同時， Ben 嘅記者好友 Robbie 都喺度追查緊 Edison 嘅底細，意外俾 Flynn 等人得知咗 Edison 嘅死訊。呢啲人雖然都獲得咗超能力， Flynn 可以變身成沙人， Lonnie 擁有超能力同埋刀槍不入嘅皮膚，但佢哋嘅能力漸漸咁樣俾佢哋走向死亡。Ben 以為呢件事同自己無關，但銀松嘅人即刻揾上門。銀松喺度追查緊呢班超能力戰俘嘅底細，佢需要 Edison 嘅情報。佢嘅手下闖入 Ben 嘅事務所， Janet 因為受到生命威脅，決定辭職離去。迫不得已之下， Ben 做出咗5年嚟第一個嘅決定，佢打開咗塵封已久嘅暗格，重新披上嗰件黑色嘅戰袍。佢以蜘蛛俠嘅身份襲擊咗銀松嘅車隊，警告銀松唔好再對 Ben Reilly 出手。大事與願違，事後 Robbie 聯絡佢，當時警察埋伏緊銀松，準備將佢繩之於法。結果因為 Ben 突然殺出嚟，銀松趁亂走甩咗。所以 Ben 再次質疑自己，佢係咪淨係會將事情越搞越禍？隨住調查嘅深入，真相逐漸咁樣拼湊起嚟。Cat Hardy 嘅真實身份遠比表面上複雜，佢其實一直喺度利用呢啲超能力者，試圖將被銀松殺害嘅未婚夫復仇，而銀松本人就係呢啲混亂嘅核心。同時 Cat 因為愛上咗自己嘅保鏢 Flint，所以將蜘蛛俠呢個秘密身份話咗俾科學家聽。Ben Reilly？ 因為原來科學家嘅助手係佢嘅仔嚟嘅，但係因為人體實驗嘅關係，佢極速老化，迫不得已之下，佢整暈咗 Ben， 帶佢去實驗室研究解藥。而喺病床上
5年前 Ruby 溺水嘅畫面反覆咁樣出現，嗰啲佢努力壓抑嘅內疚同埋自責，全部都湧起上嚟。佢曾經因為逃避而失去咗 Ruby， 如今逃避只會令佢失去得更多身邊嘅人。Ben 走咗出嚟之後，以蜘蛛俠嘅身份全面回歸，佢闖入銀蟲嘅據點，救咗 Ronnie， 而並且治療咗佢。喺最後，佢面對住沙人 Flint 同埋吸收電力嘅電魔，展開咗最終嘅對決。Ben 冷靜咁樣利用每個敵人嘅弱點，逐一擊破，之後將電魔掉向行駛中嘅火車，瞬間處決咗佢。而 Cass 都親手殺死咗銀蟲，完成咗佢嘅復仇，擺脫咗佢嘅操控。喺最後，雖然 Cass 之前背叛咗 Ben， 暴露咗佢嘅真實身份俾人聽，但係 Ben 都願意將最後一劑解藥留俾咗 Flint。佢放棄咗自己變返普通人嘅機會，選擇繼續背負蜘蛛俠嘅詛咒，成全 Cass 同 Flint 呢個愛情。以上就係第一季暗影蜘蛛俠嘅故事。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可以 like、share、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 撳隔離個啷啷，或者 donate、follow IG。我哋下次見。